保守，咱这些钱啊，借给咱那天，咱那件事，那些事啊，事为，我们听见，一点快乐在心上，我这一关还过得去，没有请求的时候，这两三个车，别人的爬，别人的靠谱，三两条每天他就塞上，因为那个事情影响的时候，现在不改那个搞今年那个账，就很小的，要做错的，变给人，这今年的账。啊，即摆大家有一个感觉，大家去投资这个，我会同意。因为你跟三分钱，我跟你钱个袂走，你新的那个项目，那个企业都，那什么都谁差，变出来，出不见的嘛，哦，还是大家有钱上面，这些上来大家照顾。只要哪个应用给他们注意嘛，你写的个人这机会，机会好像看人的心地哦。咱个心用到底去，咱个回嘴，还是要别人他嘴来是那是我，一些就我这个题的有那种，人家熬了100块的知道吗？哦，我喜欢吃，这钱也不简单呢，各位姐姐，这个业务它来，这个来，这个来，你有些有时候，你想打，讲，你心里头。但是可以不能是我们心智啊，就好买股，公司就把它项目，或者是讲叫买单，哎，咱那个什么两个小天地啊，哦，哎，第一个车天地啊，就来钱，应该好什么的，哎，天无无用，啊是，开出来跟无好啊，我还良心的，前面那个，你应该把我现在来，我按个地方的去找啊。啊，即摆咱家己来干来，差别伊啊，你啊就是限定，啊，你上车啊，你如果好，啊个如果你心，你心，啊，你是高的，啊，因为那个小母汤哦，跟他海沟通，啊，这些客人多啊，那没有去对别人，那个甜的，这个甜的，而且社会这个出来。哎，迄个红红边是，有时咱来开门做。你叫我为这个机会，我你你听咱那个讲，安尼话来看卖，我是咧报警啊，是咧处理这个咧讲讲，啊你写啥来？听咱有，不是这个应该动作，咱无用过这个，无人不是挑干了后面，这是咱大家哦。你这个家己提升的心智，咱很对的是，咱个本身可能本身的，起来挂上本来心情啊，为这个是一个机会啊，咱这个机会，哦啊何况呢？何况你话讲，迄乐色在讲坑里那门口，哦，咱就话讲，那些人说，像咱那炒乐色，人自己搬来坑咱门口，啊是讲那个。每年到时那个几万来，没有这个一包来了哦，这上面两个台湾更难，我看我也看啊，我那两条买塞起来，我自己的摄影机也放上面，那我不开吧，把后面的脸，这没点了，那今天咱今天是讲后面的这上面人收入较大，要不讲就是，就是更敏感，哎，两干月做嚟，下干个大概差不多嘛，下干只个安尼哦，这第三个都是电话哦，来叫人整摄影机来，也是查来处理，这咱这发的就是信息啊，对吧？今天阿生提醒哦，还有这是一个火山黑马来来去年不比新的新个金星啊，因为电脑直接放在对面，气泡，看这个气，你这实际电脑来那个对比，你没谁用到会上，你也。
啊，你这练这个会练着，你是大细声声样讲好。啊，无好你个是嘛，这个价格哦，这个非常的都咱就是这个语言，咱就是起来。咱请你讲贪心这个起哦，咱无起来唔个，咱唔知咱语言咧改，咱个是形容啊，无使来对中来咧，像讲普者来感觉看，大家哦，安尼都爱注意个语言，爱去教育，爱去体验，是真正讲出来。你教育体验，伊可能真正袂讲，一般真正会讲。还有，简言当中的，这是要注意的。啊，第三点呢，为何拢爱来啊？其实咱这个讲述的各个环节，咱性格模式会卡起来，但咱惯性的咱家己哦，咱其实咱必须要记住一个关键，就是上市场正能量的地方。你这个活动当中，那么同学们大家首先讲，我分享这个建立的经验，建立的那个初心。所有的活动是有多个科学的，咱刚刚都有人还是有那个视野眼睛，这个头脑里，看你天你这个那个爆炸性，就是爆炸的性质，然后那种化有些的性，你说的不是人，你看，咱现在火车的明天，现在